1983年7月12日，哥斯达黎加大赛，关家己的感觉模互台湾伫外交部长见证的完成法律手续。伊讲原理死后，关出感觉模，互需要人会当有机会欣赏美好的一切。1991年7月12日 ，IDF 试飞对海，试飞官吴克志上校殉职。伊伫10岁时阵曾经有跳人家送刀生，甲飞机做伙对海，虽然被救起来，不过也是送医不治。这架试飞意外，嘛有出手的4架原型机，剩3架，当时是 IDF 出厂以来上严重的事故。1999年7月12日，5名台湾慰安妇，包括阿头阿嬷、第律师王清芳以及妇女救援基金会人员的陪同，大旗前往日本东京，展开求偿行动，要求日方比照前代借日本兵的方式，提供必要的赔偿，同时对受害妇女道歉谢罪。2000年7月12日，前后2台武装宪兵车押送，陈启礼被靠手铐坐伫车内，伊是治病专案查缉的对象。伊逃亡柬埔寨了后，接受总理封做分局，因为接受台湾媒体专访，公开电视随身的自卫枪支，遭受法官的收押，收押行动嘛受到大批媒体的关注。